知影无？哦，伊即么讲无内底来避讳啦，讲安尼袂讲安尼，所以也好过啦。但是正版的要安尼啦，正版附注讲一个，是倒向二十题无？附注都如无啊，就附注，较讲就附注，这叫做附注啊，附注就叫附注啊，啊这是叫附注，附注，但是你附注，啊看恁教恁对就是讲附注就是附注，你要附注公务落来你就附注，哦，我咧讲是正版的是附注，就是把这个咧吼都，来，知此识之。到这有啥问题无？无，啊，就是咱相互是怎样？咱相互各复习一遍，啊，等于一个人拢爱相互背，你爱摕一份簿仔，摕一份簿仔你家己写，自己练习，声母要写2次。老师出的回家作业有没有听到？拍摄了，哈！我这个不要我们哈，给大家同时互相勉励哈，来开始哦。对，差不多，23要开始念了哈。是啦，安尼拢是乖啦吼，安尼你做你家己个大家，然后。
电脑先吼，你看下，你若咧想你了想讲，然后是做那个，好，这个单词背起来了哈，很快就把它背起来了哈，这生理它对那个想很快。起码过来哈，要甲大家讲，我哋若做一寡小的变动，那边再过来讲，再过来讲，这是上重要。起码要甲大家讲，这个变调，变调声调，是都大家看，咱的第五页。咱用这东西南的东西，这东法开始要来去看到用这个来做标准来划分哈。看第五页有无？东，过来是东，东，台湾上多东，你知啦？知影举手，我知影有看电视啦。台湾上多东，你唔知啦？我讲东。是国民党，这有国党，有国党有一个咧讲电视吼，迄讲伊是台湾是国党吼。讲党，啊，过来第三义党，是党啊，是党啊，党迄个党无？党，啊，过来党啊个党，不是啊，党啊7个调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6加3调有无？第6加3调，这就爱迄非常专家，非常专家，我顺便看第3路才分得清楚。咱袂记咧唱第2甲第2甲第3吼，就古早会较有要真清楚一个分，但是即马已经分不清楚了。即马已经分不清楚，即马第2、第3已经无去了。所以即马出去来，咱个要从这条马做比较好哈。东东，即马过来看，哈，第一声东，反正用了很好，无对无？第2条迄个乌，迄个母音吼，声母反正，这是配有无？东，第3个东，就是东，这是叫东，这右边。第4个无符号，但是后壁有迄个，迄做入声字，第4声，第4声，第8声或者入声。这入声，这入声的哈。这入声哦，这入声。当然，第2条有国语无入声，国语哈，国语没有第4声，没有第8声，东，它就留下来了。以后边有一个特色，它后面一点哈，那是 P， 就是 P， 就是 K， 就是 H， 就是4个，一定是这4个。一定是4个，这4个或者入声或者入声，第4声甲第8声，第4声甲第8声，这个是台语的特色。台语是安怎非常的优秀，全世界语言吼，全世界语言人家统计了有超6000种，超6000种，排第头前5名吼，排这个第1名，排第上吼，前面台语算一项。台
OK 了，OK，直接就是这入声吼，入声，咱即摆开始来来讲一讲，所以咱这入声大家讲，讲入声吼，入声是内底较困难的一部分，咱慢慢讲吼，讲第几声？五声首先戴个帽子哇，你迄 O， 你迄母戴个帽子。第7条，在那个 O 上面画一笔，有没有看到？迄第7声的符号，过来咚，伊迄个本来是这个，本来是这咚，伊反正有一个安尼，我就是啊，这就是第8声。若是有去看这块的符号，有看到这种符号，有看到这块的符号，这就是第8声的对象，表示它声音很短促，很高，很短促咚，咚，可以，咚，来，动起来，第1条绝对无咧标，第4，但是第4你看就知伊后面有 PPT 是啊，伊反正没有符号，但是它里面有 PPT 是内底一项，内底若是后面若是 PPTS 内底一字 ，PPTS 一字，伊就是入声字，就是入声字吼。入声字，第2条我讲伊无入声了吼。大家来看咱的声调，看咱的第18条。遮就是遮有3个口诀，3个口诀吼。第1个头考验就咱第18条。你要调子的符号，差不多声长度有无？声第1声迄个声真悬高频，迄咱莫管，伊的调子符号，咱来念吼，来咱用这考过咯，第1个哦，声音比较高，但是很短促。过来第2个，这3个回去也是回家之后要背起来。来第2个，3、4、你平常在讲很直的，这条线很直，你看这条线真直，对嘛？真直。咱中国咧讲袂车准哦，你若到台中，我从外这甲遮人咧讲吼，迄第8声真清楚。你讲迄条线真直还是真直啊？就是咱中国叫做凊彩讲讲，我讲以前的啦这位老师皮肤很薄，第1个讲，皮肤真白，咱这中国咧讲凊彩讲讲皮肤真白应该咧讲话应该正确，你咧标一点，皮肤真白，你若华语咧讲华语就无迄个入声字啊，有些白是2声的对。但是你若
你若是要，你若有这注意，后壁 PDK 是，咱这 PDK 是，PDK 是，后摆再来讲吼，这个再讲，PDK 是就是入声，吼，咱是干嘛？波 A，A，波 A，对，对，有过先吼，这个这个是够有钱吼，北无群对，吼。三对五六南北并背起来哈。再来这小概简单，这幼稚园都会背。你幼稚园哦，要搞这种背好。三五靠背来，靠什么？咱这中国咱国语是吼。咱在做吼，你本来出事的时候，你到了嘉义、嘉义以南的乡下去，你台南的哦，你是嘉义的啊？哦，屏东搁较好。你咧讲有较准。我请甲你问一下吼，你讲皮肤很白，你咧讲？你用拖拖牛，不要吃那种鸡肉白的，是吧？都告诉你，伊咧讲有对啊。你大家注意看，皮肤很白，讲脚背，吼，咱中国咧讲皮肤真白，好看，较无免，做吼，但是啊，做的吼，金花，啊，你这平常爱，从来不消费。哎，过来，这个东西很好吃。这个我叫你也懂。这个东西很好吃。哪个酱？哪里讲？哪个酱？啊，咱中国咧讲，用较去好食，好食。应该是哦，这真好食，有够好食。地骨声好食哦。啊，咱中国人讲话叫做好食。咱咧先讲卖炒，咱有标准的，就是爱地骨声，吼。咱即摆把这几个嗰个放出来咯。来，第一个，咚。要背起来，啊，你做过来对，来开始过两遍了，开始动，开始。第六个甲第二个同款，对无？同款，所以第六个会使，咱讲应该是西好麻痹高唱乐七个，然后到迄好同款啊，伊啊拢第二嘛，第六甲第二同款，所以咱咧念的时阵吼，咱会使知影讲大家七个音好，七个音吼，但是有就好念，所以咱家己做过的吼。这老算不会让他们整成乱挂的哈，到现在还跟我们讲一点多，多好。
四个字对无？对啊。啊，车嘛是地皮啊，同款。啊，话讲地皮，话讲地皮啊。迄敢若一个鱼扒吼，迄鱼咱南投国是出产鱼扒，迄食鱼的吼，迄有无一款方法，吼啊嘛这地皮嘛，这鱼皮嘛，这鱼皮无款吼，嘛参这共伊，咱就先讲地皮，再来第二个啥？宝贝，第三个拜，我讲拜，再来。什么？伊话你先看迄落嘛，啊这汉字有诶，你都无会啊，不过无参考，你就爱按这汉字别点看。半波，啊来咧下波是啥？下波是啥咧？下波是安怎吼？下波，啊，咱即摆这是用这。你去佚佗一届就走去规半波，搁整个下午还是整个上午还是整个下午这半波吼，一半吼，我是早上还是下午这半波啊，过来这啥？班吼，过来联巴，什么是联巴？对啦，袂过叫啦，就是你食物件食了要讨要谈啦，联法吼，吼，啊，过来是啥？北平就是北边啦，北边咱讲起讲这北边啦，啊北边迄个平爱写咧，这个平就是偏的相反迄个平吼，北平。即摆东专，这拢是9月号，这本是咱这本是9月号本的对无？这本这是9月号印，哦，9月号印的，所以这是你若是想要去考9月号印是，就是照这个，是嘛是？啊，头我老师咧问讲，啊，迄古早有迄第二字吼，9月就蚂蚁啊，迄甲这差无多啦，无啥共款，就是原早就有款，以前大家足侪款无同的题目，到尾啊9月号甲同层变做即马这，所以咱即马这就是标准，大家咱挑过，你要去考试，要去啥都爱用即马这，爱到尾迄就是吼，无人用咧用较少，即马较少用咧用吼。北平过来做啥？北坡讲一个北坡。这是杯，来咱做面了咯，我了你来咯，对地皮无过来就是什么？地皮问题请你就手，过来第二个哦，过来第一个是做啥？
车头，过车头三字拢是过车头，你要去倒，我来去过车头，来讲，爱变啊吼，我要你过车头，吼，比如讲，我要来去菜市啊，我要来去菜市啊，伊这三字本来是菜市啊，对无？三字若拢分开来，它是菜市啊。 但是你甲三字了，就做伊上尾啊，你叫做啊，但是后迄字啊变掉，菜市啊变做菜市啊，但是这吼这就是变掉，咱后头这样讲吼，而且就告诉你，你听着不会动，即摆你先把这个声母甲母语，伊不会出去的，吼，哦，这个东西吼，来过来，伊的夫妇，本来是夫妇，伊是夫妇，然后叫做夫妇，夫妇是啥？妇就是灰色的，迄就是灰色的，迄妇就是灰色的，这兔出现的哈妇。啊，你看夫妇啦，就看你母猪啊哈，妇哈夫妇，夫妇过来是啥？灰人，过来是啥？过来是啥？ 洗水泡对吧？过来就是对，欧派，这个非常在用。哦，蔬菜猪肉到切草呢，菜球到水了叫欧派，很丰盛哈，所有的很丰盛，当做欧派。你哪一地空气就出来，一定要会写哈，一定要写封片哈，过来派。 来，咱这个地方，各位好，各位，夫妇，归零，标配，混合，健康，天票，后排，大派，再来多个妹，妈熊，一样，你会，是啥意思？摸鱼啊，还是包呢？摸鱼。哦，做家己啊，四过去摸鱼吼，过来，命官。 即马可以讲，换钱啦，写个笔吼。你即马看做对个，哦，那安尼话有声有人来紧吼，咱门口过落去介绍阿平，然后安尼菜谱嘛，我你讲豆阿平煮较烧，啊你开始看我看这我以前都感觉足艰苦吼，豆来我紧，咱过这个了，看咱这活动过来，电风，班米是啥？即马唔知影你咯，唔知影对无？高手有迄班米咯，班米以前吼，以前是有人做咧共班米出来装卡，以前用迄个利用鱼啊，所以出来咧共这个咱这个上啊啥啊。 咧饲个cá，后尾用爱先抹出来是要放开，咱只用煮到熟啊，慢慢过来慢慢，明，
母，母一定无爱是安尼对吼。诶，你若要去参加教育部考试，就是这样吼。那汉语，你可以用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这个，你袂使家己乱掰。哦，你家己学嘅啦，学袂少，我就习惯学袂少，这样就错，这个不能行。爱写教育部规定的吼，这字吼，教育部公布这字哦，是教育部去找足侪专家开会讨论才做出来的吼，所以你就按照吼。你记得啥？我你讲你记得啊？啊，不是。对，我讲这就是做这个这第一项，这身体哦。你讲文凭，你读文凭，我来读文凭，这就是安尼我讲。比如讲安尼，来人，你听我讲，唔通拍高发，或者是你讲台南，讲台南的对无？台南就是台南，台南高路，啊有人讲台南。你是讲台湾还是台湾？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。跟你看嘛是安尼，这先变调，这个老师讲变调。对，我即摆是写公司，你看这老板老会来哦，人家加西人，啊，迄有困难，咱打麻啦，变调哦，我拢会使哦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吼，我住中国，我是住香港的。有那叫港乡亲咯，啥菜？你跑吗？我是住港乡，我是台湾人。啊，你若台南，你看我是台湾人，台南高路，我是台南高，拢会使啊。啊，你讲，我咧读文凭，啊，你文凭嘛使，文凭吼。啊，这细节后尾再讲，有什么？你讲啊，伤多伙计吼。啊，你大概互大家先唔通点，啊，到这你会真困难个，因为，咱先，这先聊到这，大家会感觉是真困难个，因为。啊。即摆过来我讲哦，今日咱用这台语用嘛哩，所以汉语都莫插伊。汉语都莫插伊，我应该是吼，咱这上过一题次嘛吼，第一题次我一字汉语就歹写，我就写落去，干那写，先，咱就好。咱即摆大家加到第三样，你即摆我后壁我注意我莫插，你唔通不是咧靠我哦，唔通不是靠迄会大汉。唔通一到名靠在出来，好食我看我不能看那边那个吼，你就是就是就是 P， 就是 PS 爱记下，所以等于吼，这第三样这爱写就对啦，写两遍，若写歹更顺啊，就按量，上好会当背起来，无够困难你背开始。生物背起来吼，哦，背17个对无？17个你爱暗写，爱暗写，家己摕张纸吼，用迄计算纸啊，家己好写好。啊，你盲写袂使写迄个迄盲写，写写罗马字写大写。你讲啊，即摆。写台语、写汉语、写这道菜名，这是好诶。我讲世界潮流，全世界大家都在用，日本嘛在用，日本你看雅马哈有。
讲有后排机车 HOADA 有无？你个用嘛吼，HOA 有无？哦，我记咧福冈佚佗，我落飞机，我看到遐写罗马里，哦，我就问伊讲，哦，福西嘛，伊讲你哪会你这日本你我就袂晓叫写罗马里个，我就甲伊讲听啊，福西嘛，用这写啊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咧用罗马里。像迄个越南总统不能嘛，迄个总统讲嘛，罗马里。哦，你去阿美族，我去阿美族的部落，我去伊个学校甲伊参考，伊咧课本我袂晓念，我这罗马里打的啊，我连但我毋知意思，我咧讲我其他课本甲人在讲，伊咧老师讲，你啥子字啊？伊讲阿美族的，我不对，我就来看伊个课本要练啊。赛校是我买来念嘛，都拢用倒菜，拢这种倒菜的，拢种诶 ABC 啊，用 ABC 写，吼。这是世界潮流，咱已经本来就咧用啊。咱的身份证就咧用对吧？咱的身份证本来就有一个英文字，咱的我讲那个是车的牌照，嘛咧用迄罗马里有无？用咧，所以罗马里是世界通用的吼。咱即摆第三页，即个记起来，我头先我咧讲的第六页、第七页。第七条说较基本的吼，说啊伊有 A O， 啊过来说十个有无 ？I R Y U Y W Y， 哦，这复韵母要求你甲背起来，但是吼，迄个单韵母我有附6个要背起来 ，R E U A O 要背起来，6个，你6个要背起来。啊，复韵母10个对无？你10个你若会当记的，无记嘛袂歹，啊若记袂来就算了吼。啊，如果记10个，这个你要写2次，好不好？这是今天的回家作业。啊，这有声咱后尾再来讲。大家看第3页，哇，第10页有声的韵母，有无？我咧讲有声。迄拢少，拢少 ，I 拢少 I U A O， 迄落去变的，但是后壁佫加 P T K 的字，就变做有声。所以伊的基本嘛是大韵母，它的基本点在单韵母。哦，所以你迄单韵母爱先记啊，现在后尾再来讲你看，拢是对，用后壁加 P T K 的字啊，第10页有无？嘛是 I U A O， 哦，啊只 I R U A， 用做就变做变了，后壁佫加一个 H， 加一个 P T K H， 安尼迄就是加落就变做二声，啊这二声咱后尾再来讲吼。佫大家佫过来看，这佫是困难吼。所以咱这个电脑变调，伊咱这话它变调。变调大家请看21页，哦，这咱后尾来讲，这变调足新鲜，变调，你看，变调先我甲你认通一下，啊这暂时你为啥还要怀疑吼？比如讲吼，第21页，我来讲，这个物件是低对无？低，啊两个到时候你为啥低哦？这个东西呢是连低对无？两个低做低，你话哦，这物件低，喏，好嘞，有我真别吼，这个物件就变做低，西瓜低，对无？因为西瓜低，啊过来这酱吼，酱就是吼，都是淡淡的无啥味啦吼，酱，乌青水加酱。啊，这吼这清水，啊，有个所在讲高井，高井，有人讲高井的无？有啊。高井，啊有人讲高井。迄口音唔同来去吼，高井吼，加酱吼，啊过来吃，
啊，你讲这个物件切，啊，是安怎来切，那变做切，用一个规则吼，很简单。那个规则记了以后就很简单了，过来。啊，这个物件是咸。哦，啊，两个咸做面了哦，这个菜咸，因为哦，这个菜咸，无人安尼，无人讲一定要变到你为说这个菜咸，一定要咸安尼吼。过来哦，Q， 哦，迄麻糍吼，麻糍就真 Q 啊 ，QQ， 寿米 QQ 啊是，你为说 QQ 啊爱变调，啊这吼这来讲，咱这就是进阶版，这第二回合咱要讲，就是味声甲变调，味声甲变调就稍微比较有点小的难度了吼，啊。讲迄字啊，啊注音嘛是注迄字啊，注音后面注音，你在标音永远都是标那个音吼，标过来迄个音。我迄今天咧是大家也欢喜，先念注意一下，过来一个作业就是迄个爱念起来。第10岁了，哇！这个歌曲游戏要背起来，我先背一次给大家听哈。老师模仿给听哈。咚咚咚咚咚咚，三地花，南北天地，西好大地，高高唱乐。好嘞，啊这等一下，这等一下你背起来。你按时在困哦，那课本比较下来几点？我你就在上面把你讲啊，你吃啊没了，还要用哦。我想简单讲，大家有一点点时间，大家来问问题有没有？我咧上课主要我拢用台语哦，有人听无哦？我叫我教育是包用台语，我头到搁插一段华语的吼，听你有会听吼。你敢有会听这台语有啥关系无？我一条要甲大家说咧，你较食讲台语的，你可能要食加甜车时候，你来调车，自我小解讲我是3斤就好。你出来滴滴嘟嘟向我唔捌讲哦，你会感觉真奇怪，你会感觉真介叫，唔捌讲你讲我是连较食讲台语的，吼，甲大家讲咧，啊，这本课本补上去。你等于我你吼，参民出面头咧有，还是中培福平福，任何台语的大家做阵容去做阵业，我讲安好。希望吼，我希望讲你大家拢莫做这样，上课拢有问题，大家提起大家互相面对，毋通拢歹讲话安尼就好，吼。安尼我做讲一个，声母写2遍，父母写2遍，歌改起来，听有无？